大家好啦，今日我哋繼續嚟實測呢一部早排出嘅開源相機RG557，將佢接上電視嗰度試遊戲同埋影視 App 到底係咩情況嘅。大家好啊！上次咧我就講過啦，喺華強北銳鵬科技呢一邊，佢係翻咗一部咧最新嘅中高端相機，就係RG557嘅。咁後來咧，我自己都喺網上咧買咗一部噶。咁上次咧已經係做咗一個開箱，同埋大概咧講過佢啲性能係如何嘅。不過坦白講，如果係要玩咧現時最新有模擬器嗰啲相機遊戲咧，其實佢嘅情況咧係差少少嘅，及唔上其他真係最高端嗰啲相機嘅。但係大致上咧，天馬裏邊嗰啲嘅遊戲咧，基本上都玩到啦嚇。咁今次咧，我就想將佢咧駁上電視嗰度咧試俾大家睇噶。如果你要駁上電視，需要啲咩工具呢？由於咧呢啲相機咧佢就冇 HDMI 嘅咁因為如果係幾百蚊嗰啲，反而會有機會有 HDMI 嘅一個插頭啦。咁所以咧佢係需要有一個咁樣嘅分插嘅。咁之前咧其實我係試過用呢一啲咧係搞得掂嘅。咁呢啲咧原先出俾咩用嘅咧？其實你平板咧通常都係可以透過呢啲去輸入去電視嗰度嘅。咁但係本身呢一啲嘅分插咧，其實係俾一啲玩 Switch 嘅人啦，唔想拎嗰個底座，跟住咧就用呢一啲簡單方便嘅線咧帶出去，但係就必須要用翻佢原裝火牛啦，跟住咧就可以插 HDMI 噶啦。咁另外 USB 呢邊咧通常都唔使點用嘅，除非你要另外再加 mouse 之類啦。好啦，咁而家試俾大家睇啦。好，首先插咗呢條線先啦，跟住而家可以咧駁上 HDMI 噶啦。好啦，咁而家見到咧呢一個版面其實就係本身呢一部 RG557嘅版面嚟嘅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玩遊戲嘅話咧，就可以直接喺呢一個嘅電視度咧進行噶啦。咁都係試翻啲街機遊戲俾大家睇啦。頭先咧我就教咗咧個屏幕係10分鐘先會熄嘅，因為頭先咧大概1分鐘後就熄啊嘛。咁而家見到佢有小米藍牙手柄，咁我加入去。咁而家已經咧係配對咗啦，咁可以喺呢度玩遊戲啦。咁小米藍牙手柄都幾好嘅，手感好，容易配對。但係佢真係淨係配 Android 嘅啫，所以就相對簡單啲，唔似而家嗰啲又配電腦又配 Android 等等。咁接下來咧就試一試啦，用呢一個 RG557駁上電視之後，玩一下呢一啲嘅懷舊式嘅街機遊戲到底係點樣嘅體驗啦。咁電視度玩咧就睇得比較舒服啦，咁亦都相當流暢嘅。咁我用快鏡咧俾大家睇睇我玩呢一個遊戲嘅整體情況啦。哇！呢個係瘋狂版嚟嘅，哇！啲波士未輸晒就已經可以行入去，好似打緊異形世界咁啊！好啦，遊戲大概試到呢度啦。我呢個好少玩過嘅《三國戰記》3代啊！講開又講啦，由於咧都好長一段時間冇特登入啲機鋪啊，所以我都唔知呢一個遊戲原來係有3代嘅。好，極速就輸咗啦。最後咧試到一個 PS2 嘅遊戲啦，咁就都係快鏡俾大家大概望下啲畫面就算啦。反正咧操作上咧都流暢嘅，咁所以呢部 RG557如果係用嚟玩 PS2 遊戲咧，咁我相信咧大部分情況都屬於滿意嘅。咁都。我係用呢個手掣啦，都相當順暢嘅。最後咧就嚟到一啲影視 App 嘅測試啦，先俾大家睇睇咧。如果喺愛一帆裏邊睇一啲內地嘅綜藝節目情況，我個人覺得咧，雖然佢嗰個解像度咧得720啊，咁但係整體係相當之流暢嘅。一撳入去咧就可以睇到啲綜藝節目噶啦。反正睇呢啲綜藝非常之快啦嚇，愛一帆就冇問題嘅，星火電視就唔係好得啦。大致上係咁啦。至於睇星火電視到底有幾差呢？大家可以睇睇以下嘅測試啦。好啦，咁而家俾大家睇睇，用呢一個 RG557放咗呢一個星火電視同埋呢一個愛一帆入去，咁啊測試一下。咁咧想講星火電視其實頭先都望過下嘅，我覺得就好多台都唔係好順嘅，係啦。咁呢個係嗰啲賣緊廣告嘅台咧就比較順啲啦。我就駁咗落電視先。
至於關於星火電視呢，我係睇見除咗廣告台之外，其他嘅台呢基本上都係撈得非常之慢，甚至乎係撈唔到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呢，睇星火電視嚟講呢，呢個 RG57呢就應該係唔太成功噶啦。不過亦都有可能呢係我 download 嘅呢個星火啊，佢本身呢個 app 嘅版本呢有啲問題，又或者同部機唔兼容等等啦。因為呢喺之前試過嘅一啲可能山寨手機啊，又或者其他平板啊等等呢，睇星火都還算可以嘅。咁反正用呢一個 RG57睇星火係唔 OK， 但係睇愛一發係完全冇問題嘅。咁影視 app 方面呢，就大概測試到呢度啦。咁對於今集呢個 RG57接上電視嗰度做一個實測嘅影片內容有咩意見嘅，歡迎留言講講。我係 Tom 遊記嘅阿 Tom，下條影片再見。